提醒一下雅靜敬老尊賢哦，哈。哦，又臉到，哎，不是控油是不是最阿婆啊？又臉啊！哎，我們雅靜真的很有禮貌，她真的給我放慢速度了。你請你開始豬仔菜，有沒有豬鴨嘅鱔魚意面？提到冇鱔魚哦。怎麼有失望的感覺？首先我先留啲嘅香菇呢，幫佢煎。所以鱔魚就會用亞洲嗎？你看我啊，懂氣哦，暗氣哦，你看剛有意外呢。老婆在哪裡？是看後台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。如果是很漂亮的女生，那應該就是哇，得分，這個有得分。做幾道麵啊菜耶。有做法爽到啊嘛！爽出來。你買阿婆附近那部分嗎？一切豬肉，因為基本上他剛手播運已經有受傷。阿婆有你這個兒子真太小。兒子，阿婆有這個兒子。看你家子煮學煮菜。不應該給他出太菜。哇，你有夾米起來哦，你有夾米起來耶！啊，周誰耶？哎，哦，這是假的，是不是？周誰？哦，周誰？哎，用面的。但你那個是真的，為什麼？真的沒有啦，這是爆的。要工作了，大家。特歸當中呢都有無強嘅潛水炸家，就帶來嘅菜色呢，真見到本所有嘅忠實觀眾有青島嘅學習，有人跟我們的節目一起成長，到底下呢5年、6年呢，已經係普羅級嘅廚師了。哎呦，動力會講到先總吼，有一屆哦參水炸，真緊哦刷新我們一家子就6年以來嘅記錄哦。今天94歲嘅阿婆來到現場了哦。94歲。冇錯，就是94歲的阿婆。真的，我們倆加起來都沒有他年紀大。我們應該4個加起來有啦。有。好啦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小戴師傅。大家好。好，看起來今日係爆米花代言人啦，哈。大家來看電影。好，來看一下另一邊係林順志林師傅。大家好。阿志師傅好。好，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新北三重嘅兩條妹哦，洪世元以及洪雅靜分享。太感謝。這個世元算是我們很熟悉的。係啊，非常厲害哦。對啊，等下講嚟睇下分享哦。接下開場嘅時間，咁係要小介講，有一屆係94歲嘅阿婆來到現場，呢條係新竹關西嘅母女檔翁盼月妹，還有翁明芳。哎呀，大家好。阿婆你有94歲？你係49吧？你是最多69。民國20年。你騙人！你身份證拿出來來看。出來啦。真實的。真實。你有94歲？我可以問一句比較好實在，你有受過日本嘅教育？係。你那麼保養都很好。係啊。從日本書，民國20年。我們直接把第1名頒給他好不好？你也批復，你也跳那夢，你也盡心的重台。太厲害了，太厲害了！我們這邊還是要聊回來辮子的部分，對，還聊回來。世元呢，因為以老矮，世元參加過我的這個分享會，對不對？有。然後也是博謙跟這個盛智的粉絲。哎呦，你這個國小老師哦。哎，是。都該在新北教書嗎？新北3教嘛該啊。哇。藝術跟社會。而且又對料理有興趣，還有參加過料理直播。那麼這很厲害的節目哦。對啊，很厲害。雅靜，那雅靜呢是為了陪哥哥來。我實在找不到人，沒有人願意跟我來，我只好找他來。那有塞多少錢給妹妹嗎？等一下，如果有贏的話，如果輸了那就算了。哦，廖立志翁哦，對東島的觀眾朋友，假使唔知咧，他也是我們優秀的，對不對？之前就唱嘎頭，沒錯，他一起錄影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下走線上師傅啊，今天用人家挑戰炸來，不能放水哦，沒問題，共拼共決。我們這集比年紀，那我們贏啦，我贏啦。對，我們先說。阿婆，今日喊大好食嚟來炒大家。水頭板。阿婆，這裡還沒讓你 Q 用按醬嗎？那我全部直接吃哦。不行，做乜嘅我？那你做嘅咧？大來半大家。愛做誒。哇！邊度係棉花仔做嘅啊？係，好吃嗎？好扎實哦。好扎實哈。他做的好好吃。我聽我弟是學啊，我弟是。哎，老太先唔要講誒，要強嗎？要哈！你阿婆是嗰個老皮班哦，差唔多就對屏東排到台北安廠嘅。
基本上绕整个亚洲。係啊，吹條板天都冇事。大家去到講好食的哈，活蟹，我知道哈。謝謝。好而，且看彩条梅头冻好蟹。既然你请我们吃彩条板，那我请你吃这个秋葵。哦，可是这个只能看不能吃啊。哦，哎，小改夜還哈，我們就要先互相認識一下咯。好，我們從先來進行你體育館嘅挑戰，本大家暖身一下，馬上來進行挑戰咯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深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現在你熊誒又出來時間，就當期待都帶有嘛變化，因為我們幾乎沒有重複，對不對？嘿，錯，製作單位非常的用心。對，因為哦，一家之主就會考驗大家煮菜嘅功力啦。基本功到今天的第一回合考驗大家就係技巧嘅部分。好，第二回合考驗大家係熟圖，談到技巧，談到熟圖，先來排出一下適合嘅代表。好，思源來。好，那我們的代表第一回合技巧的部分，我排出馬莎。愛神，哇，都台上哦，果然是逆齡的女兒，也非常逆齡。來，技巧的部分。好，來。哇，阿婆在你旁邊看起來跟你只差10歲。來偏台啊，大家記好了一句係所有的公布一下到底技巧我考嘅係乜嘅？3、2、1，還有是打開咯喲。好，3、2、1，槍打開。哎呦！哇，來教我3秒鐘看誰吞得快。啊，那拜伯謙。冇，今日同樣大家覺得辣椒嘅去籽的技巧，我師傅先來提醒一下好冇？好，其實呢，那個辣椒你做的一種用刀都會按用切，其實會慢慢切的，要慢慢切，切後呢，你做的老兩個辣椒嘅幫你打一下嘞，幫你打到平，一個籽就做得刮起嘞。好，那就一種做法係你把整根個辣椒嘅挪一下嘞，挪到那個籽裂出來嘞，就不做得按用切嘞。3條全部去體之後，用嘅時間最少嘅隨時做得讓得到一份。假使本師傅看到有籽冇去乾淨，一扎粒哦，一顆哦，就整個5秒鐘哦，有很重哦，好不好？各就各位，3、2、1，繼續開始。好，先去。先挪一下，還有，個頭先切對。加油！生意哦。去完了強烈的冰豆，給它拍盤當夠哦。沒問題啦，我們料理之王。其實辣椒味，如果說你在切的時候懂辣、熟懂辣，有幾種方式做得做。有眼睛。就眼蓋部分啦，如果說你手很辣的話，就得去浴室用個牙膏洗一下手就做得了，因為涼就唔會挺辣的。那思源，你要不要去浴室洗一下手？不用，他不用。現在還 OK，現在手不會辣嗎？現在 OK。我們目前勢均力敵哦。那幾個？勢均力敵哦。OK，這個好了，下一個。等下再做最後檢查，加油！技巧跟時間圖負重重搖哦，好，加油！可以用手收哦。重搖會強力哦。哦，已經好嘞。來，老師加油！我們幾乎要贏哦。加油！好，加油！不要看別人。哎，思源，你老師那還有一顆。好，你平常有什麼興趣？我們好了。我平常煮菜。好了。你跟妹妹會一起做菜嗎？這個。哦，你好累哦。馬上拿刀洗手了。因為等下本 Andy 師傅發現到有籽汁，所以那姐 double check。總點講好咧，就總點。好，下好離手了。好，差不多會累哦，慢慢來，因為重搖就係技巧的部分哦。還有嗎？你這怎麼有一粒了？完成。時間總點啦。好，師傅搶就會。很美，感覺人家可能是製作單位，等一下用這個來做啊，就乾脆先請來賓先去一次。對，因為等下做剝皮辣椒。目前就有發現到嗎？冇。好啦，大家都知道了啦。好，就一粒，居然還有一顆。但是你們用的時間太少，還有款水妹。我們這邊要加5秒。簡單係1分28秒鐘。好，1分28秒。不過因為就一粒，所以增加5秒，133。咱處理嘅選擇係2分19秒。所以藍隊獲勝嗎？不是比多的，比嘛跟他少啦。風水200地度係1分，看住下甜而配合了。三號來一關呢，我比賽嘅係熟兔哦，韓國看到嘅食材係爆肉，我認為比
报销哦，看到几个时间是上来选嘛，不过选之前哦，你要去改个报销面剥下来，但是剥下来的时间哦，冻到的妈妈都会用刀用切下来，会冻打爽。这边有一点小小的提示，请小戴师傅让 Annie 提讲一下。哦，牛爆出用手用手给它剥一半，系啊，一半你啊煎到插落去爆出心海，转一下，一直就可以分两半。分两半你是捞用手捞个爆出米，一再剥落。像薯签那样、蒜签那样。做这样，对，就把一再剥起下来好嘞。啊，等一下个游戏的规则咯，就是一定要用手来剥哦。我们是徒手剥玉米粒，不能用牙齿吗？牙齿的话，月梅姐会有点吃力，对不对？唔会。哦，所以等一下徒手放手来剥了爆烧米哦，水线剥开故意进来爆烧哦，是做得让得到热粉。但是提醒大家哦，假使剥到摸墙里哦。1颗玉米粒是正价5秒钟。确定一下，徒手啊剪刀就只能插中间那一刀，就是不给100块来2块来用。好，大家应该准备好了哦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抢快试！好，来！哦，都有链条哦，哇，破一下个海呀！剪刀动哦，小心你的。小国清，你帮他小心。安全第一。好，周仔啊，这样可以了。好我先提醒一下雅，今天敬老尊贤哦哈。哦，都有脸的，不是控90岁啊，哇，很有脸的。我们雅静真的很有礼貌，她真的给我放慢速度啊。我还是跟你说，这是有奖金制的。你单场比还速度啊，比马眼还强力哦。就当这些全部都要。因为我们不是比棵树。对，那可以动地板上。可以口手并用。雅静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点？太有礼貌了，他没有在演，不要用大拇指，一整排啊，用碰巧而已。啊，动用水粉哦，天哦，没问题啦，周仔，懂哦哈，没关系。中间穿一个洞，然后手。我们要不要先聊聊公务人员的？你是负责哪一个机关？边聊。现在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分析，怎么会干扰？太困难了。是因为我舍不得月梅阿婆。你动了，你转性。加油！我觉得阿婆有后来居上哦。对，阿婆后来居上了。因为稳定的哦，那边一直在笑，不知道在笑什么。阿婆看得出来非常用力，因为那个快变玉米浓汤了。因为不阿婆小啦。以前你可以住宅菜，有没有注意嘅鳝鱼意面的确冇鳝鱼哦？怎么有失望的感觉？首先我先捞了个胸部呢，不给剪。所以鳝鱼就会用亚洲吗？你看我啊，懂气哦，按气哦，你看哦，用慢走，就得去除香脆的这片米头。为什么要去除香脆演戏的米头？因为你唔敢吃香脆啊。那就不要吃啊。我看得出来非常用力，因为那个快变玉米浓汤了。因为不阿婆小啦，阿婆转性，强力哦。周仔，阿婆用吃的啦，没关系嘛，我们可以放慢速度了。好困难。阿婆莫肯记，因为他刚刚有作弊。阿婆 lucky one 啊 ，lucky one。我觉得你得有下照对，所以很容易爆。怎么办？我们有点太快了。检查哦。好，我们 double check， 5秒钟哦。所以他很怕。OK， 我们好了。大拇指真的好有力哦。阿婆紧紧非常夹。哪样讲？阿婆是不会保守，已经做在捞 TQ 一天呢。嘿喏。哎呀，是得94年的保守哎。伊叫我。伊不重新随时可以去写啦。0岁。好，时间停。阿婆 game 是输哎。好，来师傅抢来检查一下。报销甘就强力，我觉得阿志这一关很难酿调，因为基本上都是个阿婆。阿志，我要说那边都是算干净的。对啊，很干净，按强力干啊，很干净。然后等下小戴师傅觉得就是太脏。风吹又寸几多粒？冇。好，冷吹又寸几多粒？冇。所以就要看一下到底时间用了几多。风吹用嘅時間係4分8秒，冷吹用係4分50秒，代表風吹讓咧。冇問題。但是我們也給阿婆一個熱情的掌聲。
过渡我们分数过去。不过阿鹏还相信注射等候车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直为蓝队加油。嘿咯，他完全倒戈呢。对啊，所以其实看起来哦，安用嘅方式啊，它係比倒而且在安用切下去吼，哈下切你哈下加。而且冇按门向。係啊，所以你看一家注入了解節目，他就在學做出來放學技巧吼。真勁，睇起來好期待哦。唔過呢，下一關先來暖身賽過後，看一下今日生之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哋老太自家分享呢。主廚素魯菜。今日生之師傅又會帶來乜嘅睇起來冇上過嘅雜菜料理呢？菜名係乜嘅？鱔魚意麵。哇！台南嘅哦。係啦，我講哦，阿婆，以前你開始煮雜菜，有沒有注意嘅鱔魚意麵底度冇鱔魚哦？怎麼有希望的感覺？清多。對啊，吃看又窮嗎？大概做食材呢，大概香菇，但是這個香菇的話呢，然後挑選這種較太軟嘅。較好本去處理，好，那等下我會來切，還有那個配料呢，哦，有個辣椒味啊、紅蘿蔔啊、香菜啊，還有洋蔥，哦，還有那個玻璃脆。重點那個意麵啊，做的用個湯麵啊，還有關廟麵啊，其實都可以。啊，那個南部的話，通常都是以這種用火鍋嘅意麵為主。哦，那個還有一個調味料，像烏醋啊、調酒啊，其實就是比較南部嘅做法啦。好，那那個首先我先撈那個香菇呢，本去剪到重。所以鱔魚就會用亞洲嗎？你看哦啊，懂氣哦，暗氣哦，你看哦，哎呀，真有意外呢。煎到安煎。好，兩邊呢就不給它用，好，還有不給鱔魚強壯，就有點像大概哦，在我們在切那個蘋果的時候，這樣子慢慢一圈一圈把它，對，不能斷。伊迄老幾準做，迄像是有冇給滷一條一條誒，滷滿啊。那個香菇呢本身就會較香啦，還有它口感就是軟軟的，也會比較香，所以很多的像鱔魚的東西就會哦，像雜脆就會用兩個人來做。哦，冇地頭冇呀？地頭做得用掉，對，啊做得煮湯啊，煮那個蔬菜就做得撈。可是師傅，你們這道菜的蛋白質是大概？菇而地不會獨有蛋白質，就一絲絲的膳食纖維。不給切團體，就會切團體。因為了呢冇按蔥啦。哎，對，鱔魚意麵基本上鱔魚沒會處理過。對。世元應該沒就做過鱔魚意麵哈。啊，他剛按到靜音，不好意思。還有點油，而且應該台灣那麼沒動窮山。哦，大概哦，調酒啊、五香粉啊，還有蔥啊，幫你醃一下，好，幫你醃一下。要做嗎？不用片泥粉。按用電它牛啊，較好食。好，大概油溫呢，幫你拉高到180度。片泥粉沒會增加嘅口感，滑溜按用。腐曲味是真的，它放上去的時候它會起泡，所以你有看過人家煮腐曲味嗎？有啊，落去啊！我覺得那過程是一個有點殘忍，有點像10大酷刑。你又沒有下去。好，幫你泡一下咧，好，幫你泡到香香的。有泡味。兩片呢，就做得撈兩個洋蔥，幫你切一下。好，皮料部分。大家可能是好香菇哦，都喺度因素蓋地擺度，下下雙擺。世元有炸過香菇做其他的料理嗎？香菇常做，其實像盛次就有來我家吃過素食，我就會有很多。盛次想去人家家吃飯。就啊，先50錢嘅他都50錢的錢，那怎麼不找我們？對啊。好，兩個辣椒味，好，幫你切。不是去籽啊？不是，哦，我們素味辣椒。要凍到籽哎。對啊，這樣子要加好多5秒鐘哎。好，兩片呢，幫你切個紅蘿蔔絲。哦，現切片，長得切細。我來一半推南鱔魚意片，下偏甜，偏甜，甜沒有錯。哎，等一下，口內會加通哦。就變通，變通。兩片就總計用下來咧，好，用就幫佢泡一下咧，哦，要長哦，有可以咧。但係可能外顯凍長。好，兩片呢就做得來爆香了。好，兩個洋蔥啊、紅蘿蔔啊，幫佢變下來。加強一下咧。啊，做嘛？今年成為老太家小改鱔魚意麵哦。其實了解雜菜跟鱔魚麵都是用研做，石頭嘛南部啊嘛都是用研做，那就研發出來，想要就用出來嘅。
因为就从食材的外观去决定，然后再来去做它的口味。是都董贤妻啊，就节目中我们大概分享。真是懂厉害好，大概扁筒。哦，有扁筒哦。对，还有2砂糖。按斗哦。嘿，就还原台南的口味。好，大概係調油。哇！好，香菇粉。香菇粉。好，大概胡椒粉，還有烏醋。烏醋很靈魂哦。嘿，好，兩片呢就本記，好注意下嘞，好注意下嘞，然後高麗菜。紅豆嗆出來哦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就會留大概意面呢本記燙過，因為呢。有用油去泡過，係冇一時按油，就做啲本記通過。好，然後呢就做啲通一下咧。先通過，跟住。等下，沒有問題來咧，用慢做啲去除香菜的鐵片梅頭。為什麼要去除香菜演戲的梅頭？你也製作人的天然，就是製作人規定的嘛。昨天以為你唔敢食香菜啊？那就不要吃啊。為什麼要？用變水一兩日，B 切油油，dann個挑梅，C 低溫烘烤。上困難哈，上困難。你本身敢學嘅香菜嗎？敢。動好選。我也好香好吃。那他可能不知道答案，因為他就是喜歡吃。好，先來剪豆沙條布好嗎？好。先來剪刀石頭布。來。你們見哦，剪豆沙條布。這都不，完蛋，又贏了雅靜，雅靜你又贏了月美，雅靜是失敬的。好，風水想來先係 A，又係 B，又係 C 呢 ？C， 大問撈雞。你是不是有在那個就是放水？你覺得你的答案撈雞毛熊肉係嗎？不怕，你確定嗎？確定。我想聽你的，因為切碎之後的調味道都還是那個 NCA 味道還是都很強，然後泡冰水1-2天的話，聽起來很合理，太合理了。那低溫烘烤，合理也不行，不行，它就有陷阱，不行，要選對的。製作單位給我這麼簡單的題目不行吧？所以就是 C。也有可能是給月梅解的啊，真的，說的也是，不行。媽媽，可惜，咱最上嘅先係答案係哪隻？變水啦，整個變水，這都兩年。你當到等於變嗰個有種米湯會較淡嘅。變過吧。A 嘛哈。我確定一下哦，風水線嘅係 C， 咱最線嘅係 A。到底正確嘅答案係 B， 切油油，整個挑梅。我們可以不可以給月梅姐再一次機會？我上當。月梅阿婆需要再一次機會。切油油。好，選 B 係啊。想我選 B 哦。答對了。答對了。做對了。所以到底怎麼解呢？因為該特殊的梅頭是該香菜地北獨有醛類，甚到該香菜切油油，加速它的分解。切油油米頭就會較冇。我以為香菜切碎會越有味道哎。因為個地北都有加揮發性的醛類，切油油之後之後容易會走態，加速它分解。所以以前人家說香菜切碎一點比較有味道，這是錯的咯。要在短時間內很油。那我就是建議乾脆不要加，不要加那麼多東西。不喜歡香菜就不喜歡就好了。好，兩片呢就留兩個意面呢，幫佢通過，好，幫佢不用送來。哦，唔是海煮啊，唔是，你要按用較好看。按用較像盤做嘅。哦。好，兩邊呢大概香菇啊，大概鱔魚啊，不用送來。炒是好過。你要透出已經夠會拉勾芡哈。好勾芡，它那個偏地粉水，好幫佢勾下芡。哇，一下煮嘅咧。係啊。好，幫佢勾下芡。好，兩片呢有一個做法叫做起鍋醋。起鍋啊，加的這個醋，好，幫佢較香。哦。起鍋吃。起鍋吃。好，兩片呢就不用送來。看起來視覺上是一模一樣的。係啊，可能出嚟係真係。可以來是鱔魚意面本尊。可能食起裏面係強壯哦。好，兩片呢香菜冇多多椒椒哦，冇加水果。故意的，冇椒椒。因為我們演窗都敢寫啦。好，鱔魚意面。按鈕就後 C 咯。
小时候感情就浓厚吗？哦，感情很差。对，不太好。其实这才是感情最好的。老婆在哪里？是看后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。如果是很漂亮的女生，那应该就是。哇，得分，这个有得分。做幾道面啊胎耶，有做下爽到啊嘛，爽不出来。你問阿婆附近那部分嗎？給切豬肉，因为基本上他刚刚手波玉已经有受伤了。大家已經冇想過，也個鱔魚意面沒做得實在嘅吧？好，而且看味道也好，鹹味也好，可以來嗆清嗆吼，來試試看啊！來，感受一下。來，阿婆來哦，來，試試看啊！先我感受了，再出來鱔魚，而且這個演習耶，好香。今日蠻 Q 哦，凍就梅耶，QQ 的。因為你有食過真實的鱔魚嗎？有。非常的香腸，硬本係完全共融。天哪，我覺得口感真的是完全共融。如果你跟我一樣最近不吃 animal 的話，那個做的東西含膩了，非常棒。比台南的鱔魚意面好吃。完蛋了，台南人站出來，台南人愛上聖蹟。阿婆凍好食哦。有點就香。是點嗎？凍天空啊。假使家下從師傅強咗，它少是油哦，跟麵哦，先會燙過一下，嚼一下油。對，凍香，而且還有香菇嘅本身，加香菇香氣，真件豆漿的好滿足哦。師傅吃到你有反應呢？真是凍上，真件真是凍上，用梅全部都說出來。雖然大家可能都食過吼，真實的鱔魚意面，不過再出嘅鱔魚意面，哇，一定係非常的。第一次的初體驗，你看我們月梅姐徒弟嘞。阿婆，大家聽見是給鬼牌本身，好色哈。慢慢學，慢慢。先來公布一下，家下哈前面的成績，風吹得到係2分，冷吹底下冇分，不過等下熱妹阿姐哦，飆起來哦嚇到你哦。冇錯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嘴這等子聽嘅題目。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，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nhà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走咯。家家出好菜，今日呢，我來考考大家有關你客家經典嘅西本西炒認識有幾多？係啊，西本西炒哦，對當到客家人來講吼，家常便飯，從小食到大。到底有哪一道來評過？有鴨王啊炒韭菜，還有客家炒牛、豬蔥炒薑絲。但是有一個最好吃，應該自家最好哎。該不會就是今天指定菜色吧？來唱小戴師傅搶出題。哦。就係鹹酸甜啦，鹹酸甜，黃梨炒木米係基本嘅，係錯，基本嘅，嗱冇唔錯。啊唔過你嘅鹹酸甜，一般來講你係叫黃梨炒木米啊，西本西炒啲都係其中一炒，冇錯。嗱可以係風吹，你也就我帶來呢個西本西炒嘅鹹酸甜，有乜嘅特別嘅秘密武器嗎？哎呦，該就有鳳梨，鳳梨。哎，可是這個是什麼？這個是我們鹹酸甜同哈斯捏甜絲，所以我們就想說把它做成有一點像是小脆餅點心。好，這杯米館有信心嗎？有。雅靜，你不是加油團？還是你要過去？雅靜，你是我比較油在那邊。走。那邊比較長壽。好啦，加油哦！哈！加油！好，撒下來吼，非常期待，因為阿婆94歲咧，所以他做出嚟嘅鹹酸甜就聽係非常嘅正統，冇聽錯就聽我一種祝福。冇聽錯，因為重點係黃梨炒木米，重點係呢。好，今日吼，大家非常期待熱妹阿姐攞嘅梅爾棉花阿姐強下帶來嘅鹹酸甜，最尾一罐嘅哦。雖然千百度冇得到分數，但是我們最後碾壓他們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信心哦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現場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咯！其實不過係黃梨炒木米，也係黃梨炒豬血哦，都有愛用做。啊，不過豬血反而因為佢處理起來較麻煩啲喂，我說不一定大部分呢都會炒豬血啊呢。是地震儀器嗎？沒有，那個其實是在裝潢的時候測量距離的。或者是你今天發燒想要測額溫？對，來看一下，測一下油溫。有溫槍。東西有溫槍。
可是对师傅来讲，像世元，你这么会做菜，应该用竹筷子，还用东老皮。因为这个东西要交给他。对，但我不因为行。我现在我要切，所以要交给他。而且雅静，你平常不是没有煮菜吗？你确定这个油温？你先看世元，你过。我相信他，这个油温要放的。对，我既然出来晚了，就要相信我。等一下，那要几度？180度，但是160这样也可以，160也可以，让它久一点就是。那雅静，你那个是有办法给镜头看你油温的吗？可以啊，但是要等一下。韩工，泰国料理，等一下，我一时之间没。哈利布里，印度料理，印度料理，印度料理，哈利布里，等一下还会再炸一次。在哈利布里，你那边应该还要再黄一点吧？稍微黄一点就可以捞了。神奇宝贝稍微捞。它是印度该岛街边的一个小吃，会加那个酸奶，还有也会加薄荷这样子，对，薄荷、鹰嘴豆泥。印度北部的话会加就是我觉得炸的不够。南部会，我觉得炸的不够，南部是加豌豆，北部加马铃薯。我们还有很多，所以炸失败没关系，这样很完美，好不好？你对妹妹好好哦，也还可以啦，反正因为只有她愿意跟我来。什么意思？功夫看见冻豆。对啊，我找了很多人，我找我老婆不跟我来。你老婆现在在现场吗？哎，她在现场。老婆在哪里？她宁可在后面蹲着，不想要跟我煮菜。是不是后台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？如果是很漂亮的女生，那应该就是。哇，得分，这个有得分，这个有得分。生存。所以基本用的上到用来研土的料理，来结合它加含酸甜哦。想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风味这样子，所以我本来里面那个笋丝，我把它换成雷梦。哦，就是用雷梦的味道。很用心，他是真的。你是为了什么学客语的？我其实是为了民族学客语的。你看多贴心。我在现场，所以可以这样讲。对，你刚刚才得分，你现在又失分。我阿婆是客家人。对啊，被我激发，然后给熊二老阿婆给发2转了。其实你讲回到阿婆，你可以再得2分。结果我跟你讲啊，对，你2下就好。boy， 那雅静呢？他没有学。对，我就他在家里会讲给我听，但我只会听。哦，我只会讲那些跟吃饭有关系的，还有一些吃饭的字。好，等下沟通真了。阿婆，现场不一波看烟堵了嘞。我们后台全部都给加油团的声音在哪里？哇！看讲呀，内儿啊、信 Q 啊，全部来记起哦。几多只声音的啊声音来6個聲音啦，4個大2個妹。哇，做幾道面啊泰嘅？有做法動作嘛？想不出嚟。做啊泰很。因為今係做啊泰之後講很方，它是沖水糖果是凍後面哦。沖水。阿婆，在民國20年出社時條就有保姆咯。家婆卡做強家保姆來去照顧，係吼。哎，你又講一下菜好啊？跟說望里炒焖麵一道家常菜嗎？接上桌。上豉油。阿明爸阿姐，你要主要係你來負責哈，就不打面線哈。是。那你告訴我們一下，你看鹹酸甜，又買個冇強用咯。那鹹酸甜哈，冇強用。啊，酵素。你點嘛？往里心你莫浪費，因此來豬肉，等下豬肉炒起來是會因為它。明爸阿姐嘅菜係熱妹阿婆你落去教嘅係冇？那你最好是阿妹做哪個？控肉，啲控肉唇角溫到幾好先啊！撈菜條，當醬。所以要用落去按摩之後，等下嚟做乜嘅咯？哦，我等一下再放一點點的醬油。你問阿婆附近那部分嗎？給切豬肉，切到這樣咯呀。對啊，附近都旁邊伴奏。因為基本上他剛剛手剝玉米已經有受傷了。好啦，等下給我多整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這邊太帥了吧！這邊太神奇嘍！哎，我們正在炙燒這個鳳梨。不可能，學校老師按不會做料理耶。這個我妹妹做的。你們平常小時候感情就濃厚嗎？哦，感情很差。對，不太好。這才是感情最好。感情不太好。只有一個哥哥嗎？2個。2個。那哥哥的優點你覺得是什麼？可以點菜，我可以點東西讓他煮給我吃。好，這很好哎。那雅靜的優點呢？
他的优点哦，我现在住在他的房子里面。好，所以我现在住在他房子里面，所以我讲话都要比较小声这样，因为只有他买房子的这样子。哇，那你的糖会觉得有点不平均吗？烧完就好了，烧完就好了。稍晚可以平均就好。对，烧完就好了。中马盖是用那凤梨，然后加上这种焦糖的炙烧啊。凤梨的那个酸甜啊，我觉得在里面把它稍微加强一下，喷过之后它香气会比较明显。哦，不走出来。这是很有创意的编发哎。对啊，就是猪皮中马盖铺粉呢。猪皮它本来口感比较软一点，那我把它外面涂一些粉，再煎过，让它表层上有一点点的口感，多一点口感。而且有先跟它腌一下的感觉。对，咸的部分我用那个偷油，对，用这个东西把它稍微腌过。好厉害哦！这个可以直接上菜了吧？这差不多就是一道菜了，它就是一个甜点。它刚才加超多糖的，我先提醒大家一下。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就还好。雅用款有人平常时某马个煮菜啊。平常有煮菜吗？有阿哥，因为他就是请哥哥来住在他家里啊。哦，我请了一个请贴身厨师。我请了一个厨师。因为我们是付钱不？嘿咯，所以俩种该撇铺对阿哥让搞诶。就是反正我就教他怎么做这样子。豆腐卡练习丢啊？没有练，今天第一次。就是我不担心，反正我妹做的应该是 OK。反正我的示范让他来收尾。不会的，不会，我相信你。现在要下锅了是吗？对，现在我们要下这个。对。哎，我看过您煎猪肺呢。实际上我也是这一次才第一次有煎猪肺这经验。哇！放假的时候去买了这个猪肺，去把它洗干净之后，第一次练习。自己洗？我自己洗，是很难洗，因为现在根本买不到猪肺，所以我要去猪肉摊跟他摸墙里。对，所以就只好去猪肉摊，然后跟他订，然后就说那你要半夜来跟我拿，因为早上他就丢掉了。对，所以就半夜去拿之后，然后这边洗到早上这样子。用6点。用慢慢想到用猪肺。对，因为想说现在好像比较少人用猪肺啊，但是因为传统上面用猪肺，我就想说，那我想要用节目啊。对啊，凤梨炒猪肺嘿。对，它真痛啊！对，想说这样好。所以你是用面粉来洗吗？面粉不是，就直接水灌进去，然后灌进去洗，然后对一直挤，它挤到变成白色的。好像很多各种做法，我就想说，我怕它加了其他味道，因为我没有洗过，我就想说用最比较正常普通的方法这样子。这个凤梨再烧下去就变黑凤梨喽。好，可以了。他喜欢怎么用，我就让他怎么用，都可以的。对，下个月还是要住那边。对，甚至买了新房子，我想说你也要去住，人家跟他新老婆了，不是新老婆，新老婆，好像跟我阿婆有你这个儿子真太骄傲。儿子，阿婆有这个儿子。那你现在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把它敲洞，敲碎吗？中间敲出小洞，这是高度技巧哦，没问题的。对，我妹做这个是完全没问题。猪肺这个东西的话，其实应该是说它很容易很韧，晕腿，所以它煎的时间就是对。所以我回去我是先把它烫到比较软的状态再来煎，我会主动丢。对，如果用煮野味啊的就用哦。哎，其实轻轻的就好，很好敲，那用汤匙往底部敲一下就掉。他坚持要用叉子。对啊，可能有特别的，没关系，他喜欢怎么用我就让他怎么用都可以的。对，妹妹说先不要妹妹压力，我们先还是下个月还是要住那边。对，我下个月不知道住哪边，甚至买了新房子。你也要去住，人家跟他新老婆了，不是新老婆，新老婆，好像跟我之前知道的是同一个。本来係5朋友啦。对。好，大家都上來哦。哇，好嘛，有點動用，你看把阿婆都撞出嚟。天哦，真的很有福氣，可以吃到阿婆煮的。对啊，哎，难得听到你讲話這麼的這麼講人話。來，阿婆差不多80歲是走體嘞，來，家婆兩下子80出太有點點。你們，你哽咽了。小戴師傅，我懂你的心情。父親在起。想到自己的阿婆，阿婆有你這個兒子真太驕傲。兒子，阿婆有這個兒子。孫子，要買唔知。你中間例如書都幾樣用嗎？哪一部做直接記唔好出嚟。哦，等一下，你看嘢，鳳梨炒鳳梨。係冇寫嘅，等一下會加其他嘅東西嗎？
還有加乜嘅？加木米、加葱啊。你冇話啫，你平常時下蒜都有也係。你係下蒜下聽。愛吃東，愛大白是下甜。哦。你平常你是下蒜咯。有跟你一樣甜嗎？有啦。有啦。哦，也大也差唔多誒。阿婆等下品嘗下料理哦，應該唔但搶注意用菜吧？等下會噴走哦。會啦，搶一也不卡死咯。係啊，好，我們哦，等一哦。哇，這邊很像厚切豬排哎。所以我們把豬肺最後再做，把它切成丁，切成小丁，然後裝進那個裡面。其實烤那煮出來很療癒耶，很像那種日式居酒屋，可是烤的都是不會走出來一個感覺。板前料理的感覺。對，很用心。然後那旁邊有一個灰姑娘。他這樣幫我做最辛苦的工作。他好孤單哦，你要拿過來一點嗎？其實你用那個湯匙的反面，它會比較完整。你要去洗粉，你知道嗎？好了，我敲完了吧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敲完了。那你現在幫我處理。那個是什麼？這個是菜苗，這個是屬於對，這是我自己在家種的。他今天來做也是蠻多事，他做很多事啊，沒有他的話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做啊，是不是？他沒有房子。對，我很擔心呢。我等下挑梅的部分是用該檸檬甜嘛？對，然後還有鹹酸甜嘛？鹹酸甜。哦，鹹在那個酸，然後甜。可能他家嘅地位都係你提，是用你提一百用走。你這根本就是可以參加什麼？他家炒妞那種料理，就是把這邊當料理做。對啊。其實大概做法有點像大概沙沙醬嘅做法。對對對，有點像鳳梨沙沙的那種概念。所以等下全部集合，不用都給馬里普里低度就好哎。對對對，只要全部集合，我們再把它組裝進去就可以了。期待期待，高度期待。好，等我們等下用它來拼手了哈。對，好，謝謝您。現場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來試試看那最杯米一罐嘅鹹酸甜，那不卡卡針到咯。你客家料理嘅鹹酸甜，睇下都表現到按針到，先問世界嘅掌聲。特別呢有傳統有創意嘅，你先來對創意嘅風吹來試試看下嗬。好，而且到一後食咯。阿婆，我們做的吃醬拿起來。哇，好吃。哇，好有創意。人家故意做肥的，你愛用煮誒。有叫誒。今天都從豬肉形容，完全冇給煮肥的味道，真的是洗到早上6點。對對對。他把調配得很好哎，這個很有創意耶。哎呀，雅靜，你是去哪裡找到這種哥哥的？他媽媽的。他剛剛納悶，哎，我怎麼找的？我還想了一下，兩位阿姐阿婆知道嘞？很創意，很美。這個按樣啊，好漂亮又好吃。挺美。真的好吃，讚，不簡單哦。對，阿姆公呢，因為既然南區的周圍料理後，是當小戴師傅還沒吃就先哭出來了。這個傳統的味道，拍下來吃吃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要緊些這個阿婆的味道，而且一定要按酸，而用嫩椒，全部都是傳統的基本元素。你有印象阿婆有煮過這料理？有，我家有吃過這個。真勁哦！我妹妹好像不太吃豬肺，但我喜歡這個。好像也是差不多這麼酸，而且阿婆都會要我去那個就是雜貨店買工鹽醋。對，不是買工鹽醋，買一種小罐的那個白色的，全部白色的那種醋。對對對，那個才很酸的那種。我阿婆煮東西都是放那種醋。也是我也有。你要緊過有非常滿意哈。有滿意哈。有，謝謝。我話很厲害，咱就在學到阿婆吼親手煮出來好料理。對啊，很有福氣哦。是不是？大家你下習慣度黏的都係阿婆嘅愛。我喺度講一下，頭天嘅分數哦，風吹得到係2分，南吹冇得到分數。唔過看下最美師傅應用版的評分了。現在請師傅風吹搶本分數。滿分。好，唔怕，結果啱結束，看下師傅二本南水幾多分？全部係滿分，兩位嘅部分係優秀，太厲害，太厲害！
其实两推圈走动哦，可以说无可挑剔啦。两边创意的部分，其实占蛮多分数。不过地北都又保留酸甘甜的原始的应该要有的味道。好，两边阿婆做的是50公，就是很正统的，所以我觉得两边的分数都很好。看看一下阿菊师傅的想法。亮竹就做到东后风推两片呢，那个创意的是有爱慕试过该风味啦，有切该口感，然后有水果酸甜那种风味，我觉得真紧东后是蓝推两片真紧就是爱阿婆该梅头的啦，东后是很怀念该熊梅。对，我觉得用竹的搭配好刚好哦。如果两个都是煮传统味道，那又不一样。可是刚好一个传统，一个有创意，真嘅係表現到清好。讓下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比賽嘅成績已經出來了，李鳳吹呢得到嘅係8分，藍吹得到嘅係6分，先來恭喜鳳吹得到3000元嘅加菜金。恭喜！實至名歸。我哋一下本大家獻上嘅書姐會到咯，藍吹得到嘅獎品係日本嘅時尚美姿坐墊，用家咯！謝謝，你咪送出啱好嘅禮物咧，恭喜！先問看然後呢4月呢，其實有做乜嘅事情都當認真，老太家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好嗎？我今天參加覺得最開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跟94歲的對手一起玩這個遊戲，然後參加這個節目，尤其是吃到這個不只是一甲子功力，這個可能是超過一甲子，在從小開始煮90年的功力的這樣子的，吃到這樣料理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很多的那種回憶的味道，因為長大之後很少吃到這麼傳統的風味，是，所以我今天其實除了自己做菜之外，覺得非常感動，就是有機會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真正傳統的味道，再嘗到這樣子，覺得很開心。真的，你很棒啊！可以邀請妹妹，可以一起來這個很特別的回憶啊！因為我之前沒有準備，然後就他教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對。但今天可以來，然後跟阿波一起，就是我覺得實在太棒了，就可以吃到這麼傳統的東西。然後剛剛我們私下也有聊一下，就是有請教了一下，我覺得是個很棒的機會，這樣子。你是請教他怎麼保養皮膚嗎？忘記請教這一塊，等一下繼續。不過說真的，給哥哥打幾分？完蛋，好難哦，1到10分。現在5分好了，5分好了。哎，我就有這麼高嗎？我覺得我一個哥哥來說，不要這個經驗的好用因為像我也沒有辦法跟哥哥來參加比賽節目啊，我也在這邊跟我哥哥宣戰，好不好？你來參加 PK 敵對嗎？我跟你同一隊。你要是第8度最重要的角色，我們的 C 位女主角就係 Annie 阿婆，讓大家分享參加嘅感想咯。第一次來到啲安好，大家分享，謝謝新聞嘢，喺一個安排，恭喜。全部阿婆，其實咯，阿婆年來到一家自主第8度，本大家學到當好學的東西，當就學落字嘛。我覺得我們大家就強融嘅夢想，就希望我們自己到90歲的時間，都從阿婆強融，讓身體看起來這樣哦，係嗎？係。棉花啊，姐，今日讓阿妹強下來，點解咁講咯？我當番期有了機會，今日有娘真是我的福氣。媽媽們帶着我們孩子，能夠一同出遊，一同來參加任何的活動與遊戲。謝謝大家。謝謝大家。係啦，你看哦，你阿婆做得啱後生，啱快樂個，其實係因為棉花嘅非常的友好，對不對？所以這一次恭喜你們。謝。人家講啊，一個家父萬事興就會安樣嗬，所以一部卡地度呢，和樂樂。13年都會平安順遂，事業沒有發展，因為感謝太子家嗬，不分到論跳下來到一家之主，也就一家之主親歡喜看到嘅畫面呢，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